喂，大家馬迷好，又係我刀仔。第67戰4月嘅30日嗰日係跑馬地有9場嘅賽事。先介紹一下我哋嘅頻道先。我哋每場馬都會提供一膽拖兩隻腳嘅，咁以小博大嘅原則啦。咁如果你係有本錢嘅話，咁可以將佢轉成鐵三角都得。咁每一場呢，我都會提供一隻呢係威脅馬嘅。而威脅馬嘅意思咧，就係話佢隨時係會有機會鏟入嚟嘅。咁我梗係唔知佢幾時會鏟入嚟啦嚇。咁純粹係作一個參考嘅啫。咁馬迷買唔買咧，就自己自行去判斷啦。咁我同大家馬迷分享下我自己個人認為嘅一啲買馬嘅心得啦嚇。咁第一樣嘢就係我哋切記咧，就係要個孤注一擲嘅。千祈唔好咧無端端某一場馬咧就好大注咁樣買落去，又諗住佢贏緊啊，又呢樣嗰樣咧，其實呢個係最危險嘅。第二樣嘢咧就係場場都買啦，呢個咧亦都係我個人認為係必須嘅，場場買真係必須嘅。所以咧馬迷咧你自己要自行去選擇一啲喜歡嘅場次，或者有心水嘅場次去投注。買馬係要有方法同埋有紀律，咁贏錢嘅機會先會大嘅。咁我哋所有提供嘅 tips 同埋資訊呢，只係作參考用途嘅啫。咁至於馬迷可以自行去選擇自己喜歡嘅資訊啦。咁祝大家馬迷贏多啲。喺講第一場馬之前，我先講一講我自己個人嘅講馬風格先。咁咧我就唔係太中意講馬嘅。咁原因就因為咧，我個人認為咧，講馬咧只不過係合理化嗰匹馬，等自己買嘅時候咧就壯膽嘅啫。呢個係我自己個人認為。所以咧我就唔係太中意講馬嘅。就算講到識飛都冇用嘅，因為去到最後隻馬都係跑唔到出嚟嘅。大家應該明我講咩噶啦。所以好多馬佢啲資料好犀利，嗰隻馬近仗好勁，咩都好，配人啊、檔啊，好到不得了都好。結果去到最後得出嚟嘅結果係咪大家想象中咁呢？我相信大家馬迷都嗨過唔少菠蘿啦。我個人認為呢，講馬講幾多資料呢？你越知得越多呢，即係我講緊講馬嗰個資料越多啊，其實你個人係越亂嘅，咁你中嘅機會就越細㗎啦。所以咧，我唔會花太多時間咧喺呢個賽馬所有嘅資料嗰個分析度嘅。我最主要我嘅專業就係計臨場嘅數嘅，主要係即係我會睇臨場嘅賠率，去再作決定點樣去買一匹馬，同埋點樣去選擇一匹馬嘅。嗱，大家記住一個重點就係我暫時俾嘅一拖兩腳，唔係叫大家係就咁買一拖兩腳㗎，唔係咁嘅意思㗎。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我哋買馬唔係話一拖二我就一定一拖二，唔係，你一定要睇臨場到時嘅賠率變化，同埋威脅馬佢個賠率嘅變化，去決定再點樣去做嗰件事嘅。就唔係話死咕咕咁樣，我要刀仔俾一拖二，我就買一拖二，唔係咁做噶。大家記住呢樣嘢臨場睇情況，包括你自己都要判斷嗰個心水，你揀邊一場，同埋嗰一場去到臨場隻膽嘅賠率究竟係點，嗰兩隻腳嘅賠率係點，隨時會改變嘅。分分鐘我哋可能係鐵三角啦，甚至係嗰隻膽變成另外一隻做膽啦，又或者係威脅馬做膽啦，等等，其實係千變萬化嘅。記住，我哋俾嘅 tips 只不過係暫時性，大家千祈唔好當秘笈。所以買馬咧係好講嗰個臨場，大家嗰個紀律啦，同埋個經驗嘅。大家記住，所有資料係死嘅，我哋人係生嘅，所以買馬要有靈活性。提醒翻大家威脅馬唔係叫你一定要買噶，大家要臨場去睇翻嗰隻馬個賠率所有嘢嘅，所以大家
要多啲留意下威脅碼係代表乜嘢。一般情況下咧，我就唔會買威脅碼嘅，除非佢臨場嗰個飛數好硬正，咁我會考慮加埋入去。大家要注意下。好啦，嚟到呢一 part 咧，就係我俾一啲新入嚟嘅馬迷聽嘅。咁因為新嘅馬迷咧係唔知我哋威脅碼嗰個定義嘅，咁我喺呢一節咧就簡單啲講。其實威脅碼咧係分為兩個級別嘅。咁第一個級別咧就係 A 級別，第二個就係 B 級別。咁 A 級別咧就係代表最大嘅威脅啦，喺當日裏邊。咁 B 咧就代表係次嘅威脅啦，即係次級嘅威脅啦。咁如果嗰場我冇講到 A 同 B 咧，就代表嗰隻威脅碼就係屬於一般啦。咁大家就自行去判斷啦。咁威脅碼其實用法咧，其實係好千變萬化嘅。大家聽得我講得多之後，同埋你睇我嘅 tips 睇得多咧，你會明白點解我會擺一隻威脅碼出嚟嘅。其實呢隻威脅碼佢係有一定嘅作用嘅，但係佢唔係死咕咕，即係譬如話佢每一場都有一個作用，唔係嘅。其實我哋可能係要睇飛數啦，睇其他嘢。日後我會喺我嘅頻道裏邊多啲同大家去討論呢個威脅碼嘅問題，因為我哋另外嗰3匹馬咧，我遲啲都會詳細啲話俾大家聽。其實嗰3匹馬係好重要嘅，唔係話你一膽拖兩腳就贏晒嘅，唔係呢個動作嚟嘅。其實係遲啲我會慢慢解釋俾大家聽。咁咧，最後話翻俾大家聽，所有嘅資料咧只係作參考之用嘅啫。咁大家馬迷去好好運用我俾嘅3隻馬同埋呢隻威脅碼嘅特性，將來你哋會明白到長玩落去，你會睇到個成效出現嘅。咁咧喺呢一度，我祝大家馬迷咧好運，同埋最緊要大家馬迷都要健康。喂，大家馬迷好啊，又係我刀仔嚇，真係開心啊，又可以同大家馬迷見面啦。好，咁咧先講翻咧上次嘅威脅碼先嚇。上次嘅威脅碼提供2隻 A 級，2隻都係跑第2。咁啊提供咗2隻 B 級，就1隻跑第1，就1隻香咗。咁全日10隻威脅碼裏邊咧，就2隻跑第1，就4隻跑第2。呢個就係上次威脅碼嗰個資料啦。咁今日咧威脅碼就冇 A 級嘅，得3隻 B 級。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下啦。好啦，咁咧開始講啦。第一場咧就係5班嘅1650米。嗱，呢一場係有冷指數，冷指數係26啊。好，呢一場嘅威脅碼係呢隻5號嘅加州活力奧文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6，參數係4。膽方面要呢隻4號嘅碧海藍天艾少禮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44，參數係5。跟住腳第一匹係要1號嘅領創動力艾杜拿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52，參數係3。跟住咧就要埋呢隻12號嘅無敵精英楊明倫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3，參數係3。好啦，嚟到第2場咧，講之前咧，我提醒翻各位馬迷啊，不論舊嘅馬迷又好，新嘅馬迷聽都好啦嚇，大家要留意一樣嘢。首先，大家記住，我講過咧，指數咧唔係越高代表越好，越差越低就代表越差。大家千祈唔好咁諗，記住，大家喺跑馬世界裏邊唔可以去諗一樣嘢越高越好呢樣嘢，唔好諗呢樣嘢。大家要將佢擺入去2分法用就得噶啦，即係等於參數都係，大家唔需要話參數係咪越高越好，越低係咪越低越好，越高就越唔好咁樣，唔需要咁樣諗嘅。參數你只要睇佢為佢1至9就係9份嘢，等於9組。呢9組咧都有唔同嘅特性嘅，大家多啲將個重點睇喺呢9組嘢有咩分別就 OK 噶啦。至於指數都係咁嘅啫，就要睇下個 range，例如80幾以上啊，或者係70零
至到幾多啊？70至到75啊，或者76至到80啊等等，睇個 range， 又或者可能50幾會有咩特性啊？同埋可能有啲低過30啊，低過40嘅又會有咩特性啊？多啲係去集中去理解呢啲，就唔係理佢個高低。呢個係錯嘅，一理高低就，所以要多啲理解下嗰個指數，佢嘅特性喺每一匹馬裏邊。我講每一匹馬唔係講緊，譬如我俾4隻馬都有唔同嘅特性，馬膽啦、威脅馬啦、配腳1、配腳2啦，都有唔同嘅特性嘅。指數喺佢同參數喺佢哋每一 part 都會發揮唔同嘅功用嘅。你話如果你話為一個指數可唔可以睇晒所有馬係得，但係你要好熟呢套嘢，你先識點樣去分呢個二分法嘅。所以初我成日建議大家馬迷一 part 一 part 去做功課。你覺得邊一 part 你係睇得比較準嘅？即係有啲馬迷係專係睇住配腳1或者配腳2，佢睇得好準嘅，咁你就睇住配腳1、配腳2咯。有啲唔係，我揀穩膽嘅，我覺得刀仔嘅威脅馬或者馬膽，我睇住呢兩樣其中一樣嘅都得嘅。其實大家記住，我哋俾貼士依家係一個暫時性嘅啫，即係我哋俾貼士嘅資料係一個暫時性，所以大家唔需要話我係一定要係咁樣一拖二乜，咁樣做係一定錯嘅。我可以答你，因為點解？我講過跑馬係千變萬化，特別我哋計賠率嘅人係去到最後先去決定買唔買嘅，即係計算賠率嘅，所以變咗大家要多啲集中喺要睇埋個賠率，再決定點樣去利用呢啲參數同指數，而你去決定點樣去買邊一場馬，邊場馬係唔使買，甚至你 focus 咗喺一啲馬裏邊，例如我假設咋，我 focus 咗喺配腳1，如果配腳1你淨係揀到嗰3隻腳，你淨係買嗰3場就得㗎啦，你就攞住配腳1嚟去配合其他馬。亦得，甚至你可以配合遊戲馬都得㗎，任何都係千變萬化。最緊要係馬迷你睇到啲乜，呢個先係一個關鍵。大家要留意下呢樣嘢。點解我成日講話最高？點解唔可以話最高係最好，或者最低係最差咧？所有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好簡單一個邏輯啫嘛。即係我講2個 example。第一樣嘢，最快嘅時間嘅馬係咪代表佢就係最有實力，一定會 win 翻嚟啊？大家諗第一個問題，係咪一定係咁咧？如果係嘅話，全世界人都識呢樣嘢㗎咯喎。咁我唔使爬馬啦，係咪啊？最快時間咪買最快時間咪得咯，係咪？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話，係咪咁樣最好？喂，大熱門，如果係咁樣講唔使講啦，買大熱門咪得咯。個個都買咗大熱門，咪即係佢最好咯。即係喺個邏輯上，因為個個都係用錢堆砌㗎嘛。佢依家唔係話求其投票，大家買埋係真係抌咗錢落去，令到隻大熱門真係大熱噶嘛？咁你話係咪大熱門就真係跑到出嚟啊？係咪就係 win 啊？係咪每次第1、第2、第3名就係大熱門、次熱門同3熱門排序翻嚟啊？我可以答你，800幾場馬裏邊都唔係有好多場係呢啲嘅，所以大家要留意下一樣嘢，就係話係唔係最好呢個問題本身已經係錯咗啦。大家記住喺跑馬世界裏邊，唔係1+1等於2嘅遊戲，大家要謹記我之前都講過好多次，希望大家會明白呢個道理。明白咗呢個道理嘅話，你就會理解到指數同參數，我哋唔需要理佢個高低問題，我哋根本唔係睇緊呢樣嘢。希望大家會明呢樣嘢。好啦，我哋講翻第2場4班1650米呢一場嘅威脅馬就係5號追風潘頓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59，參數係1。膽方面要咗呢隻12號嘅美麗歡聲，艾少禮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43，參數係2。第一隻腳要8號嘅皇仁福星，呢一匹馬係田泰安騎嘅，佢嘅指數係65，參數係4。最後立埋嗰隻9號嘅年年歡呼，賀銘年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3，參數係5。好啦，嚟到第3場啦，就係2班嘅1000米。咁呢一場咧係 B 級嘅威脅馬喎嚇。呢隻 B 級嘅威脅馬就係3號嘅紅日社，布文騎嘅。
匹馬嘅指數係82，參數係3。膽方面要呢隻2號嘅神希麗人潘頓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80，參數係2。好啦，跟住第一隻腳要8號嘅顏色之王艾少禮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7，參數係1。最後要埋嗰隻6號嘅狀元及第班德禮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54，參數係3。好啦，嚟到第4場嘅4班1200米啦。嗱，呢一場咧都係 B 級威脅馬，呢隻 B 級威脅馬係5號嘅聶寶勤高文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2，參數係4。膽方面要呢隻7號嘅辣德金賀銘年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2，參數係4。第一隻腳要3號嘅樂家福班德禮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0，參數係2。跟住要埋嗰隻12號嘅嘉應威風楊明倫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42，參數係3。好啦，嚟到第5場啦，就係4班嘅1800米，呢一場有冷指數，個冷指數就係24。好啦，咁呢一場嘅威脅馬係呢隻6號嘅妙算其勝潘頓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5，參數係3。膽方面要咗1號嘅香港神區，呢匹馬係艾杜娜騎嘅，指數係72，參數係6。好啦，跟住腳方面咧就係要呢隻7號嘅健測精英艾少禮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55，參數係5。跟住要埋嗰隻9號嘅神驅馬靈梁家俊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5，參數係5。好，嚟到第6場啦，就係呢個4班嘅1200米。嗱，呢一場又係 B 級嘅威脅馬，今日最後一隻級別馬。B 級威脅馬就係10號嘅天下寵兒潘頓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3，參數係3。膽方面要咗7號嘅妙玲瓏啊，就係艾少禮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0，參數係2。第一隻腳要9號嘅鄉村樂韻賀銘年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4，參數係4。第二隻腳咧就要2號嘅精彩進帳啊，係黃志雲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9，參數係5。好啦，嚟到第7場就係3班嘅1200米啦。嗱，呢一場咧嘅威脅馬就係9號嘅老班精神潘頓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5，參數係4。膽咧就係要呢隻3號嘅天竺貓賀銘年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57，參數係5。腳咧第一隻要1號嘅朝朝醒巴道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5，參數係1。跟住要埋嗰隻5號嘅風雲武士艾杜娜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3，參數係4。好，嚟到第8場啦，就係3班嘅1650米。咁呢一場咧嘅威脅馬咧就係呢隻2號嘅博望多啦，又係潘頓騎嘅，指數係46，參數係3。膽方面要咗隻6號嘅有財有勢艾少禮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48，參數係3。腳咧就係要8號嘅非凡豪傑班德禮騎嘅，佢嘅指數係78，參數係5。跟住要埋11號嘅紅海勁巴道騎嘅，指數係56，參數係4。好啦，嚟到最後呢場咧，又係最重要嘅環節啦，大家聽開個馬迷都知噶啦。好啦，咁咧陣間我哋會繼續啦嚇，溫習翻上次嘅賽果功課啦，即係唔好話叫溫習啦，即係我哋去睇翻上次嘅賽後報告嘅功課。
同大家多啲去討論呢個二分法個分箱嗰個過程，一陣間會講嘅嚇。就我同埋我講嘅過程咧，嗱今日有兩樣嘢同大家講講先。一陣講嘅過程咧，我會慢少少，因為有時我驚我講得快咧，可能有啲新馬迷又好，舊嘅馬迷話聽到好似阿刀仔一輪嘴咁喺度分箱分到亂晒龍咁樣。咁咧嗱，大家記住，如果咧喺一陣間講嘅過程裏邊，如果大家真係可以嘅，就最好將以前啲功課編咗出嚟又好，咩都好啦，睇住或者睇住個畫面去聽咧，大家容易啲理解嘅啊。我盡量會慢啲喺個分箱過程裏邊，咁等大家唔好咁亂，我驚大家會亂，慢慢我陣間會盡量會放慢我講嘢嘅速度嘅。咁咧就第二樣嘢就係今日條片咧，即係我開始會將條片因為我發覺對上嗰兩三次啲片差唔多成個鐘啊，其實我都覺得太過分啦，即係我講我刀仔自己太過分啦，成個鐘，咁變咗咧我會開始收翻窄啲時間嘅。咁如果真係太詳盡嘅話，可能我會留翻下一次講嘅，有啲 topic 啊或重要啲可能會留翻下一次先講啦。即係我講緊平時講一啲嘢咧，我可能會分兩次講啦。如果講啲額外嘅 topic 嘅時候，即係好似上次咁樣，刀仔講個彩蛋咁樣，可能講得耐咗啊等等啦。不過放心，彩蛋呢啲嘢咧，大家想再聽都未必會成日講噶啦。可能我一年講一次半次嘅啫。即係咁啱講個刀仔啲嘢咧，我唔會成日講嘅，因為我都唔係太想講自己啲嘢多。因為大家上嚟最緊要就係我最緊要係大家理解二分法同埋點樣去篩場次同埋點樣揀馬，我係目的係想咁嘅啫。所以咧就將來啲刀仔彩蛋咧，你預一年都係講一次半次嘅就唔會講得太多㗎。咁如果中意聽我個彩蛋，我聽翻上一次嗰條片啊，第66戰啊。咁咧嚟緊咧，跟住咧就係我哋上次嘅賽果一齊去分析嘅環節啦。好啦，咁我哋而家分析下咧，首先分析咧就係威脅馬先啦嚇，我哋一 part part 咁樣去睇啦。咁咧又係照舊，唔想太複雜。咁啊1號箱係1至7檔，2號箱係8至14檔啊，就咁簡單做住先。OK， 好啦，咁我先講一講威脅馬。咁啊，我哋又攞方法先啦喎，好嘛？做開嘅大家馬迷都知啦，70以上啦，好唔好啊？好啦，威脅下70以上就係第3場嘅1號，佢呢隻係82啊嘛，咁咧係11檔擺喺2號箱，跟住咧第4場2號，佢指數係74，3檔擺喺1號箱，跟住第5場嘅1號，指數係80，4檔擺喺1號箱，跟住第6場嘅4號。咁啊，指數要78啦，咁呢個係2檔，又係擺喺1號箱。咁跟住咧就係第7場嘅2號，指數係84，咁呢個10檔喎，呢個擺喺2號箱。好啦，咁跟住咧就係仲有乜嘢咧？仲有呢隻第8場嘅2號，就72，就6檔。咁呢一隻咧就擺喺1號箱。咁我哋先講1號箱啦。1號箱就一共係有4隻，就1隻香咗，2隻跑第1，1隻跑第2。如果你揀2號箱嘅話咧，就買2隻，2隻都係跑第2。嗱，呢個就係我刀仔成日都講嘅，我哋買馬最緊要就係要先篩咗場次先。如果你買1號箱，你就買4場馬嗰一日。如果買2號箱，就係買2場馬，咁啊2隻都入咗嚟啦。嗱，咁我哋刀仔分析嘅時候都係啊，入4甲我就當入席先噶啦，即係大家作一個參考啦。好，咁咧跟住我哋改咯喎，改方法咯喎，又求其改啦嚇。當參數4先啦，求其亂笠先啦。嗱，參數4嘅馬咧就係第3場1號，參數4，11檔擺2號箱。仲有參數4嘅馬係第7場2號，10檔又係擺喺2號箱。好啦，咁即係點啊？即係1號箱係冇
2號箱有兩隻都係跑第2，即係兩隻都入籍啦嚇。買1號箱嘅話唔使買馬，買2號箱買2場中2場就係咁啦。好啦，咁咧總之大家就自己去睇多啲呢啲資料。我哋每次都係講呢啲 example 嘅。咁嗱，記住啊，我講緊嘅 example 就唔代表要用嘅 example 嚟㗎，大家要記住啊。你可以將佢更加做得更加複雜啊，或者其他嘢就由自己決定㗎。即係譬如話我話70以上，你中意可以75以上都得㗎，你甚至中意80以上都仲得嘅。大家要記住呢樣嘢啊，係任得你㗎。例如你話我80以上嘅，咁啊威脅馬得3場，得3場㗎咋，3場都中晒。大家自己睇翻啦，呢啲我唔多講啦，即係大家會理解㗎啦呢樣嘢。好啦，咁跟住咧，我哋講咯喎，就馬膽又係咁易講下，好唔好啊？等大家再熟啲。馬膽又係用70啦，唔複雜啦嚇。好，咁就係馬膽嗰度咧，就係第4場嘅6號，佢係72，一檔擺喺1號箱。跟住第5場嘅3號。佢係74，七檔又係擺喺1號箱。咁跟住咧就係第9場嘅11號，佢係75，二檔又係擺喺1號箱。跟住咧第10場嘅14號，75，五檔又係擺喺1號箱。咦，咁啱全部1號箱喎，唔緊要嗱。咁而家睇咯喎，1號箱就係4隻都喺度，就1隻跑第1，2隻跑第3。一隻衰咗，一隻香咗。2號箱冇，即係如果揀2號箱唔使買馬，揀1號箱買4場，中3場入咗嚟就係咁啦。好啦，咁又亂粒啦，指數2，好嘛？唔用4，用2啦，又去分下箱，好嘛？2就係1場嘅3號，就係2嘅呢一隻咧就3檔擺喺1號箱。2咧仲有第4場嘅6號，一檔擺喺1號箱，跟住仲有冇2啊？冇咯喎，係咪？得2隻啫喎，咁2隻2都係1號箱，咁買2中1咯。買2咧，如果買2號箱咧就唔使買馬，買1號箱咧就買2隻就中2隻，就係咁啦。好啦，咁我哋就配腳1啦。咁啊，又用下第啲方法咯喎，係咪？去到配腳咧，我哋嘅分法又可以揀唔同咯喎。嗱，你中意揀70以上又得，你每個馬迷你自己中意嚇，冇問題嘅。咁我而家當去到配腳1，我用10倍以上，我假設係咁先，係嘛？又亂咁嚟先啊！好啦，咁啊10倍以上就係第4場嘅1號，係嘛？喺5分鐘嘅時候16倍啊嘛。好，呢個係8檔喎，咁擺2號箱啦。好啦，咁跟住咧就係第5場嘅6號啦，嗰隻有27倍喎，咁呢一隻咧就擺喺13檔喎，又係擺2號箱咯。好啦，咁跟住仲有邊隻啊？哇，呢隻勁啊！第7場啊，9號啊，呢隻咧就82倍喎，4檔擺1號箱。好啦，跟住10倍以上冇咯喎，係咪？好啦，咁即係點啊？1號箱買1隻香咗，2號箱買2隻就中一隻38倍啦，出閘嘅時候38倍啊！買嘅時候27倍，就係咁啦。買10倍以上就係咁啦。好啦，嚟到配腳1，我哋做多個動作咯喎。難度有少少改一改咯喎，好唔好啊？因為大家分箱嗰個情況一向都係咁分啦。咁我哋上次嗰集都有講噶啦。哇，你試下改下一啲方法，睇下會點樣分箱方法，好唔好啊？嗱，大家要細心聽我呢一 part。如果上次冇聽嘅朋友仔咧，馬迷朋友仔更加要聽下。好啦，嗱，咁我依家咧就將成個過程改咗佢咯喎，好唔好啊？改乜嘢啊？方法係我8檔以上我先買，8檔以上先買，呢個係方法。咁箱咧，1號箱指數大過60嘅放喺1號箱。指數細過60嘅放喺2號箱。好啦，嗱，我哋條件講好咗啦喎。好啦，我哋一齊做下呢個功課，睇下又點啊，好唔好啊？好啦，9檔第一場1號9檔，即係要買啦，係嘛？我哋方法就係要買喎，9檔。好啦，佢嘅指數係52，所以佢擺喺2號箱。
因為佢細過60啊嘛，係咪？好啦，跟住仲有邊隻啊？第3場嘅5號又係9檔，即係要買咯喎。佢係75，所以佢係擺喺1號箱，因為佢大過60係75啊，係1號箱。好啦，咁跟住到4場嘅1號8檔喎，即係又要買啦。佢嘅係63，咁即係擺喺1號箱。好啦，咁跟住第5場嘅6號13檔又係要買，佢係79，又係擺喺1號箱。好啦，跟住第6場嘅3號9檔又係要買，80擺喺1號箱。好啦，咁跟住仲有邊場呢？第8場嘅3號喎，係10檔，又係要買啦。咁呢一場呢，76係擺喺1號箱。好啦，最後就係第10場嗰隻4號啦，又係8檔啊。咁啊58擺喺2號箱，就係咁啦。好啦，咁結果出嚟嘅結果係乜嘢啊？1號箱買5隻，1隻跑第1，2隻跑第3。2號箱買2隻，2隻都香咗。嗱，呢個就係個答案啦。所以大家呢，去理解下，你分咗唔同嘅箱又有唔同嘅答案，同埋唔同嘅結果，同埋就係大家覺得你睇到啲咩，最緊要你睇到啲乜，去用呢啲咁嘅技巧去分咗箱。嗱，例如咗個假設，我只要改少少嘢啫，又變噶啦。點解啊？頭先我講8檔啫，如果我9檔先買呢？如果我9檔先買呢，有2隻馬係唔使買噶咯喎。第一隻就係第4場嘅1號，係咪？嗰隻係8檔，同埋第10場嘅4號又係8檔，咁啊唔使買噶咯喎。咁咧，所以成個過程又唔同咗噶咯喎。大家明唔明我講呢樣嘢啊？咁變咗特別如果你用咗9檔以上先買咧，佢個過程就直頭咧，曹先嘅嗰個箱裏邊5隻裏邊有3隻入咗嚟，就變咗4隻裏邊有3隻入咗嚟噶咯喎。個答案就係咁啦，所以大家多多要理解呢樣嘢。好啦，咁因為為咗今日條片冇咁長咧，咁配腳2咧我就唔再分析啦。咁大家馬迷就自己去做下呢啲功課，自己去睇下配腳2你又會點做啦等等。因為我都係即係簡單嚟講，我刀仔都係喺個講嘅過程裏邊簡簡單單同大家講嘅啫。其實將來我都唔會講到咁詳盡嘅嚇，只不過係依家同大家一齊去分析呢樣嘢，做多啲功課，等大家馬迷理解再理解。越聽得多咧，你越嚟越即係好似入咗腦咁樣咧，你開始就會理解噶啦。啊，初特別我今日講個節奏慢咗咧，我相信會有好多馬迷會容易啲理解嘅。好啦，咁我哋就跳落去下一個環節啦，好唔好啊？就係上次嘅遊戲碼環節啦。好啦，嚟到遊戲碼呢一 part 咧，咁大家就要即係呢啲功課，大家多啲做啦。因為遊戲碼同貼士始終都係唔同嘅。遊戲碼咧，佢裏邊牽涉嘅元素咧係另外一套系統嚟嘅，所以大家要多啲玩呢個遊戲碼。我成日都講嘅，因為大家將來要中到好嘢咧，個關鍵咧，因為將來我喺 WhatsApp 俾大家嘅碼咧，係比遊戲碼更加難，同埋臨場中嘅好嘢就會喺將來嘅 WhatsApp 個臨場計完所有賠率之後俾大家嘅碼嚟嘅。嗰啲碼咧，基本上如果你理解咗呢套遊戲碼嘅話咧，到時我俾 WhatsApp 嘅碼咧，你當個遊戲碼咁樣玩就 OK 嘅啦已經。所以要記住，我着重提醒翻大家一個重要嘅環節，喺玩遊戲碼過程裏邊，遊戲碼我講過，我分1、2、3係有原因嘅，3 part 都有唔同嘅特性嘅。我係大家一定要玩多啲，你先會理解到嘅。即係例如，我假設我講少少牽示俾大家聽，遊戲碼3係最難玩嘅，但係可以話俾你聽，一定有佢嘅原因嘅。大家要多啲理解呢樣嘢。譬如你有某一啲嘅指數或者某一啲嘅嘢，你可能喺遊戲碼3係唔會發揮到作用嘅。大家要多啲觀察同留意，呢個係好緊要。或者遊戲碼2有咩特性，遊戲碼1有咩特性，大家要多啲睇嘅。佢同我哋俾嘅 tips 嗰4隻碼一樣，係有唔同嘅特性嘅。所以大家要多啲玩下，先會理解到呢樣嘢。好啦，咁今日我哋簡單啲做呢個遊戲碼功課啦，好唔好啊？好啦，遊戲碼1啦，咁我哋係咁意做下先啦，1、2、3都做啦嚇。咁啊，遊戲碼1
我哋做咩好啊？係求其啦，4啦，指數係參數係4啦，好嘛？參數係4，咁我哋就分啦。咁遊戲碼一參數4就係5長9號啦，5檔擺喺1號箱。咁咧跟住6長9號就6檔又係擺1號箱，同埋第9場嘅14號4檔又係擺1號箱。咁即係話3個1號箱。就結果咧就係2號箱，而家買2號箱就唔使買1號箱咧就一隻跑第4，就2隻香咗，就係咁啦。咁你又都係買3場馬，如果跑買2嗰度就，如果買2號箱就唔使買馬。咁又例如啦，嗱我哋又亂笠先啦。最低指數嗰3隻又攞嚟分箱咯喎，又得。最低指數3隻咧，睇下先嚇。最低嗰隻就係第3場嘅2號，14檔擺2號箱。跟住就係第7場嘅12號，係1檔就擺喺2號箱，唔係擺喺1號箱 ，sorry 啊。咁最後咧最低指數第3匹咧就係65參數嗰個啦，第1場11號。咁呢一隻咧就係8檔擺2號箱，咁即係話咧2號箱就2隻都唔得，1號箱就買1隻就跑第4，就係咁啦。不過呢個嗰日遊戲碼好似2隻都係跑第4喎，入唔到3甲喎嚇。咁大家就可以參考下啦。好啦，咁啊遊戲碼2，我哋又試下今次改少少嘢玩咯喎，係嘛？改下試下，我10倍以上。嗱，大家要多啲留意下賠率啊！喺唔同嘅遊戲碼有唔同嘅玩法㗎，真係要留意多啲呢個賠率啊！陣間我遊戲碼3再話同大家再講嚇，我先講遊戲碼2先。我10倍以上要買，第一次係咁先，好嘛？但係今次咧喺分箱效果裏邊，我改少少嘢咯喎，所以係千變萬化㗎。改咩啊？嗱，大家好多時都見到，其實參數好似唔係好出現9喎，唔係咁容易出現喎，唔緊要嘅。而家分箱就係1至4就係1號箱，講緊參數啊，唔係檔位啊。1至4嘅參數1號箱，5至9 2號箱，假設係咁，好唔好啊？我哋又試下啲新嘢玩下，好唔好？好，10倍以上，我哋一齊做下功課啦。第一場6號呢一隻咧就16倍，係咪？佢嘅參數係4，擺喺1號箱。好啦，第二場11倍嗰隻4號。呢一隻咧就係7，參數係7，擺喺2號箱。第3場嘅12號，指數係4，喂，sorry，參數係4，擺喺1號箱。咁跟住咧就係第5場嘅8號，呢一隻咧就係參數7，就擺喺2號箱。咁跟住10倍以上仲有第6場嘅11號，呢隻5，擺喺2號箱。跟住第7場嘅13號69倍啊嘛，6就即係擺喺2號箱。跟住最尾10倍以上嘅就係嗰隻第8場嘅7號，呢個係4，擺喺1號箱。好啦，1號箱就有3隻，就2隻香咗，就1隻跑第4。2號箱咧就4隻，2隻香咗，就1隻跑第3，一隻跑第4，就係咁啦。咁如果揀2號箱就會中到嗰隻69倍嗰隻啦，係嘛？2號箱就中咗69倍嗰隻啦，又會中埋嗰隻77倍，即係出閘156倍嗰隻，跑第4嗰隻，賢者無敵，就係咁啦。即係多啲留意下呢啲嘢咯，大家要做多啲呢啲功課嚇。好啦，我哋講遊戲碼3啦。嗱，遊戲碼3我哋係講少少嘢啦。嗱，其實遊戲碼2又好3又好唔重要嘅，最重要大家要觀察佢有咩特性。即係好似遊戲碼3，大家會成日都會見到咧，呢啲賠率多數都超過10倍喎。咁點做啊？咁樣嗱，呢啲一陣間先講呢個過程。我哋依家求其做下一個功課先，好嘛？做下少少功課先。指數細過50嘅我就買，個方法就係咁。咁啊，跟住用檔位分啦，照舊啊。好，指數50細個嘅係第一場9號。咁呢場咧嗰個一檔擺1號箱，跟住第二場14號。因為佢係45啊嘛，指數細過50啊嘛，咁就2檔又係擺1號箱。
好啦，咁跟住咧仲有細過50嘅，仲有邊隻咧？第6場嘅1號呢一隻咧就47啊嘛，指數係咁啊，10檔擺2號箱。咁跟住仲有第8場嘅6號，佢49指數，咁呢隻係5檔擺1號箱。咁跟住第9場9號呢個又係49，呢個又係11檔擺2號箱。好啦，咁即係話咧，如果你買1號箱咧，即係用檔位分下講緊，就係買3隻，2隻跑第一，一隻衰咗。如果買2號箱咧，就係買2隻就中1隻。中嗰隻咩喎？第6場1號隻龍之輝喎，喺呢隻出咗集26倍喎，係啊！呢個就係用細過50嘅指數，咁大家多啲參考下。嗱，記住啊，所有遊戲碼每一 part 都唔同㗎，有啲指數喺某啲遊戲碼裏邊先會發揮作用㗎。可能有啲好大嘅指數，譬如70幾嘅指數咧，你喺遊戲碼3可能未必會發揮到作用㗎。大家要多啲留意下呢樣嘢。好，咁跟住我哋最後講一樣嘢啦。即係譬如話，有時我哋分呢啲買，大家都會碰到一個問題。喂，如果好似你玩遊戲碼3，我10倍以上，大家睇到啦，依家喺遊戲碼3裏邊10倍以上，除咗第1、第2場，3至到第10場都係10倍嘅喎。咁你話咁樣分法着唔着數啊？O 唔 OK 啊？咁樣嗱，我一陣先講呢個問題，我哋分嚟玩下先，好唔好啊？大家感覺下。我哋先我哋都照分先。我哋用翻又係照舊啊，1至7檔同8至14檔分住先，好唔好？好啦，第3場嘅11號6檔擺1號箱，第4場9號5檔擺1號箱，第5場11號11檔擺2號箱，第6場1號10檔擺2號箱，第7場5號7檔擺1號箱，第8場6號5檔擺1號箱，第9場9號11檔擺2號箱，第10場3號3檔擺1號箱。嗱，呢8隻都係10倍以上嘅。好啦，1號箱係買5隻，衰咗3隻就2隻跑第4。2號箱就買3隻，就1隻跑第2。就係又係嗰隻咩喎？又係嗰隻26倍嗰隻龍之輝喎，啊，就係咁啦。咁你話喂，咁樣10倍買着唔着數啊？嗱，其實正式以我刀仔講，我成日就講呢樣嘢啦。我就想帶出一樣嘢，你會見到你用10倍以上咧，你要分8隻碼，係咪？咁你分得8隻碼咧，自然你嘅箱數都會多嘅。雖然你話喂，你買1號箱係5隻，買2號箱係3隻，雖然都唔使場場買。但係咁樣都唔係最好嘅分箱方法嚟嘅，所以呢個就係我同大家講點解喺2分法裏邊要有箱中分箱呢個問題啦。只要大家學識箱中分箱，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就算你成所有遊戲碼30隻俾一齊分都好啦，都係分4、5隻出嚟，直接嗰日全日就係買呢4、5隻碼嘅，係好簡單嘅一件事嚟嘅。如果做到箱中分箱，咁呢個咧我喺呢度唔會講住嘅，因為點解？因為大家一定要熟習咗，先可以箱中分箱㗎。我成日講唔可以未學行先學走㗎，呢個係會隨時跌死㗎。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做多啲功課先，熟習晒呢套2分法嘅簡單第一層、第一個 level 嘅分箱方法先，真正。我哋分 level 係分到第2或者第3個 level，已經如果你能夠去到第3個 level 嘅箱中分箱咧，已經係去到專業嘅職業手狀態㗎啦，即係全職手狀態㗎啦。我話埋俾大家聽，所以咧先學識咗第一組嘅第一個 level 嘅分箱先。嚟緊我刀仔，大家再熟啲之後咧，我就會教大家點樣去分第2個 level 嘅分箱，唔係話你就咁分箱就得嘅咁簡單嘅，你仲有個 concept。你要有個概念嘅，同埋你要知道點樣去設計第2個 level 嘅精準箱啊！呢個好關鍵嘅。然後未來嘅日子，我再教大家再專業嘅第3個 level 嘅分箱，亦即係箱中再有箱。我成日講嘅箱中再有箱。好啦，咁呢啲我哋唔詳盡講啦，喺呢個 moment，喺日後嘅影片，我會再慢慢教大家。
嚟緊日子我睇一個進度會係點。如果個進度係好嘅話咧，我會盡快教大家點樣雙中分雙。就算你賠率有幾多嘅碼都好，一樣可以好簡單咁分晒出嚟。但係大家要多啲做功課先，呢個係一個重點。好啦，咁咧今日我哋遊戲碼嘅分析暫時分析到呢度先，唔好太詳盡，因為我今日條片唔想太長。咁大家就多啲做功課，或者你自己去分下，買埋多啲做功課，自己去睇下有啲咩概念，你去點樣分，呢啲係重要。特別係一啲攬碼喺遊戲碼裏邊嘅一啲攬碼，多啲睇下佢擁有咩特性，去設計你嘅方法同埋分雙嘅方法，呢個係最重要。好啦，以下呢個環節就係遊戲碼嘅部分啦。好，今日遊戲碼第一場就係6號連心星希威森75，參數6。12號無敵精英楊明倫73，參數3。11號金德義潘明輝51，參數7。第二場2號醒目先驅董明朗67，參數5。8號皇仁福星田泰安65，參數4。4號好好分奧爾文62，參數6。好，第三場嘅遊戲碼5號傑出漢子希威森65，參數5。1號小霸王蔡明紹48，參數4。呢一場係得2隻嘅啫。第四場嘅遊戲碼2號廚神奧爾文48，參數5。4號幸運旅程潘明輝47，參數6。12號嘉應威風楊明倫42，參數3。好，跟住第五場遊戲碼9號神驅馬靈梁家俊75，參數5。2號迎好威風奧爾文63，參數6。3號爆笑蔡明紹68，參數4。第六場嘅遊戲碼1號跑得好快艾杜拿63，參數3。3號運來勇士田泰安70，參數6。12號精明勇進楊明倫46，參數4。第七場嘅遊戲碼5號風雲武士艾杜拿63，參數4。2號金髮盛世董明朗61，參數7。7號實力家田泰安50，參數4。第八場嘅遊戲碼5號時時精準田泰安66，參數5。3號久久圍攻艾杜拿50，參數6。10號同樣美麗奧爾文40，參數4。好，嚟到第九場嘅遊戲碼12號金牌活力田泰安70，參數5。11號中環精英潘明輝64，參數5。跟住9號樂勝天下梁家俊69，參數6。好啦，咁今日咧嘅遊戲碼咧就全部讀晒啦。
咁咧嗱，呢一個又係啦，嗰個遊戲碼第67戰今日嘅所有嘅遊戲碼嘅 summary 啦。咁大家就可以睇住呢個表，就可以自己篩選碼，或者自己去參考下啊點樣去玩呢個遊戲碼，你可以揀到啦，即係揀到，不論我之前都講過啦，你可以睇住遊戲碼1又得，遊戲碼2又得，或者遊戲碼3又得，一拍拍睇。啊！如果你玩得耐咧，你開始理解嘅話，你3隻遊戲碼混埋一齊睇都得。如果你去到最後，咁我都係嗰句，我建議初未熟習二分法嘅朋友仔咧，何況我都未教大家雙中分雙啊嘛，係咪？所以其實咧，正式嚟講，依家大家點樣分都好啦，你都係一個初學者嚟嘅咋，暫時都係。因為真正嘅二分法咧，要深係可以好深噶，我講過。好啦，咁咧。希望大家可以先簡單分咗先，咁啊睇呢個 summary， 大家多啲睇，留意下指數參數嘅分別，或者你有啲咩資料你可以擺埋入去，然後一齊去睇都得。因為可能有啲買賣仔話，我未必一定睇檔位，未必一定睇副榜，冇問題㗎。你中意擺咩資料落去睇都 OK 嘅，甚至你擺馬房都得㗎，你自己中意咯。總之就係。你最緊要係你能夠睇到啲乜，然後再利用二分法嗰個過程去分，咁就 OK 噶啦。大家要記住咧，二分法咧，其實佢係不論你嘅資料幾複雜都好啦，都走唔出我呢套二分法裏邊嘅精算狀態嘅。同埋要記住，我最後講多一次啊，因為我驚有啲新嘅買賣朋友仔真係唔知二分法裏邊嘅最重要嘅第一個條件，大家要謹記啊。即係以前聽開啲買賣朋友仔可能會知啦嚇，都溫故知新嚇。第一個最重要嘅條件係咩？知唔知啊？就係分箱嘅時候係唔可以有第三個箱嚇，你只可以分好1號箱或者2號箱，唔可以中間有灰色地帶，係絕對唔可以㗎。即係例如你話，喂，我分重量，我假設你用副磅嚟分，咁你譬如話我129磅以上，咁你咪1號箱。129磅以下就係2號箱，就係咁啦。就千祈唔好咧話咧129磅以上嘅1號箱，129至到120你係2號箱，120以下就3號箱。嗱，千祈唔好咁做啊！如果咁樣做嘅話咧，咁可以話俾你聽，我俾一世時間你哋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嘅，真㗎，唔係講笑㗎嚇。所以大家要留意二分法，如果講真，如果係可以分幾個箱出嚟就得嘅話咧，我唔會叫呢套嘢叫做二分法㗎。記住，二分法裏邊仲有好多好深嘅分箱過程㗎。大家千祈唔好將佢分成3個箱或者4個箱啊，因為咁樣去到最後，講句唔好聽就係玩自己㗎。OK， 大家一定要記住呢樣嘢啊！二分法只可以分2個箱出嚟㗎咋。謹記啊，千祈唔好分3個箱啊，因為點解？因為箱中再分箱咧，成個樹狀嘅邏輯一出嚟嘅話咧，其實你到時唔使驚話唔多箱啊。到時如果分得精準，而要做一啲更加專業嘅嘢嘅時候咧，你可能咧係可以分好多箱出嚟都唔奇㗎。所以大家要留意呢樣嘢，我係講箱中分箱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記住分第3個箱出嚟。呢個係二分法嘅大忌嚟㗎，大家要記住啦。好，嚟到最後第9場嘅3班1200米啦，呢一場嘅威脅碼係4號嘅騰龍四海巴道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83，參數係5。蛋方面要呢隻6號嘅金匯星星艾少禮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2，參數係1。最後咧就係要呢隻1號嘅太易穩黃志雲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60，參數係3。最後咧就要埋嗰隻12號嘅金牌活力田泰安騎嘅，呢匹馬嘅指數係70，參數係5。好啦，嚟到最後咧，我長氣都係講一句啦，我希望大家馬迷咧多啲努力做功課，多啲 cap 咗嗰啲圖。cap 咗我俾大家嗰啲賽果啲圖啊，同埋嗰啲遊戲碼嘅 summary 啊等等嗰啲，多啲做功課。日後你會理解到呢套二分法係幫到大家好多好過跑馬嘅方法嘅，
係爭好遠㗎，我話埋俾大家聽。做到全職手咧，靠呢啲嘢，即係靠呢啲概念嘅。梗係仲有好多嘢啦，但係只不過係話，起碼有機會做到全職手先咯。即係如果做得好嘅話，好咁咧，今日真係唔講咁多啦。咁咧就多謝晒一路以嚟支持我嘅馬迷啦，同埋新入嚟嘅馬迷啦，多謝晒你哋。咁我哋咧嚟緊咧就禮拜四又有新片上載嘅時候再見，好唔好？咁啊，多謝晒大家啦。好，我哋下次再見啦，好唔好？拜拜。最後多謝晒大家馬迷耐心嘅收睇同埋收聽。咁咧，如果覺得我哋呢個頻道係 OK 嘅話，咁請幫忙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咁啊，再係一個最大嘅支持啦。仲有，如果可以嘅話咧，就撳埋隔離個鐘仔啦。咁啊，記得撳全部通知喎。咁咧，如果有新片嘅話咧，咁就會馬上通知大家噶啦。咁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嘅話咧，咁啊俾個讚我哋啊仲正啦，係咪？咁啊最好每次都俾個讚喎，咁啊正上正啦。咁希望下次可以再見到大家，好唔好？多謝晒大家，拜拜。